光复乡的灾情严重，有真侪人厝内电器拢已经互水浸害去啊。国内到25间电器的厂商联合关价值超过1500万的电器，嘛提供免费到厝检修服务，希望会当减轻灾民的压力。帮助我疫流成灾造成花莲光复乡灾情严重，民家厝内拢是落果霉，职工帮忙清理加速重建，考虑灾民厝内的电器浸水害去。国内25间电器大厂，这个时阵春手同齐关井、冰箱、洗衣机、微波炉等大细项的电器。所有台湾电器业者马上做一个维修、免费维修检测的动作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因为这个灾民。说实在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的重建家园，让他们提早恢复生活。提供今年10月底前受灾户冷气、空调产品免费检查服务，包含机体检测、冷气管线与运转状况检测。电器业者一摆联合关井超过1500件，总计超过1500万的家电，也提供家电免费到户检修的服务，希望减轻灾民的压力。透过这种的方式公司协力来让这个所有的物资跟这个爱心，然后非常有迅速的来发到各个所需要的民众的一个地方。经济部希望透过公司合作，协助灾区重建。业者强调，会透过各品牌伫当区的服务站做免费检修，加换零件的维修服务，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